繼續來看省內嘅列出專題嘅報道，基本愛為大家紹介省內之光，為到一般民眾接觸省內，明認識台灣特有嘅生態，令烏橋省內遊樂區都會免費提供介紹之光嘅服務。現時喺啲台中嘅范德鎮泛舟快賣兩公婆，啲退休過後就落成去做之光。作為10年，除咗老民眾介紹生態，范德鎮傾向作為就係用客話來導覽，好幫客家當人接觸客家認識客家。這個是台灣鹹鍋子，最大的是背後棕褐色，看到沒有？這就是玉山鹹鍋子，俗稱氣泡。第25個年嘅旅行團，分別進行團熱以介紹路線看得到嘅高山植物，還有可能會出現嘅動物。對科技公司退休了後，指導講40歲至60歲嘅范德鎮，就對前基礎嘅27個起始來落線做介紹志工，今年目做咗10年嘞。從今年我帶遊客2-3點鐘，學到嘅。可以留遊客分享，分享嘅得到一定多係嘛啥？係藝術家，所以因為啱眼睛還是見學見多，見學見有趣味。范德鎮嘅本樣泛舟快賣，連至長期停建范德鎮大團，二天木水咪停建來做志工，還想採用眾人來做手做 DIY 嘅材料。那個時候我忙做志工啊，去做志工咧，跟了好幾次，結果遊客當愛懵愛哈，當愛懵愛當多咧，我是想啊，那樣去咯，自己就乾脆學幾樣就好了，沒想到一學幾樣。啊，栽下去了啦！通常我們看到的那個圓圓的或者長長的，那個通通叫做孢子囊群。你不能說它是孢子囊，你一定要說孢子囊群啊，這樣才顯得你比較專業一點。像范德鎮2公姐，安內行業省內做志工嘅，有先生就係退休嘅公務員同一班企業嘅員工列到，都算今年做下經過考試，還有培訓，使咪大家人做下曉介紹。像范德鎮第一班帶團，這套佢考到志工了後嘅年半嘅，所以你冇叫我邀請佢之前嘅志工來到新入來志工完全介紹嘅熱量。不見得是為了說我要解說，也不見得，因為本身就是熱愛大自然、熱愛環境，所以這些東西他們都會非常的投入。那附帶的功用，應該是我剛剛跟你分享的，就是我們在帶隊的時候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。看公司咧，要學同條度按看照片啊，幻燈片看嚟來吼，嗰大自然就冇相同，所以建議按出嚟我輩按個學習，按建議遊客專家嘅欣賞來教按。台灣的神木99%都是紅檜，為什麼？因為紅檜的木質部很容易被一種叫做連耳菌的真菌腐蝕。范德鎮認為做日嘅省內介紹志工，第一個只係要控制時間，不了旅行團4到2天嘅時間之內行派行場。本身係新竹嘅工人，通過中高級嘅工人認證考試，但是佢接到嘅團體介紹，睇似係要求要用翻譯就係好多來介紹，到時佢正經上用客話來介紹，實冇機會。本第一代嘅會講嘅人，較多機會多。來談人多，將可能訓練出一代為當為技術嘅客家技術嘅。旅行團同省內討論嘅時間排得太緊張，每部分的鏡頭聽講，許多時間嘅限制無法推動民眾，實在有時間來交流。佢希望下禮拜4就行較多嘅客家志工來介紹，也有參訪嘅團體提出需求，希望使用客話介紹。本期使用母語講出工人同省內之間嘅連結就結親，為社會推動母語來千億分裂。卡西文詞之為劉文輝台中報道。